继续来看新竹一间诊所乌心肝，讲甲民众来煮过期的高端疫苗，甚至这间诊所的医护人员拢无专业的证照。新竹市卫生局已经甲罚款，而且停权半年。另外，台北荣总桃园分院伫个桃园巨蛋所设立的水教水自的注射站，嘛是有够含糊，竟然甲118个幼囡仔误注3岁以下未当自的国光流感的疫苗。家长是心肝火的，话要紧张是好你家在这阵幼囡仔目前拢平安。也若无，看要安怎甲人交代才好。这个大姐外的囡仔牵老母的手行入小儿科的诊所，拢是因为这个月初2，台北荣总桃园分院伫桃园的鸡蛋设立囡仔流行疫苗这个注射站出代志，将国光疫苗当作是进口的囡仔疫苗，2天内总共118个3岁以下的囡仔去注着。依照疾管署的规定，若去注着非适用年龄的流行感冒疫苗，今年都唔免搁注啊。不过这项的代志，家长无法度接受。就觉得有一点夸张了。医院应该是要再更仔细一点点。初步的荣总桃园分院，迄一天明明敢若收到国光疫苗，无注意到讲这款疫苗3岁以下的囡仔袂使注，迄一天办活动，连注100外的囡仔已经赶紧联络家长，加在目前无人有艰苦的情形。同时，卫生局已经针对这点罚25万块。一位是有流鼻涕，另外有一位到医院来做检查是有相关肠胃的问题。那目前，经评估大概都与疫苗没有直接相关。另外，伫新竹发生乌心的诊所，甲民众注过期的高端疫苗，经过新竹市卫生局的调查，伫9月初8开过了后，无依照规定的时间消费，过日天继续注同一罐的疫苗，互人停权6个月。国家含是诊所内负责的医护人员根本都无牌。有关涉及到护理人员法以及药事法、医疗法相关情事，也共计裁处新台币76000元整。面对记者伫问诊所无想要加讲，加在注着过期疫苗民众身体拢无啥要紧，若无食都毋是停权半年就会当解决的代志。我是吴依璇，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按下订阅，还要开启小铃铛哦。